其實球路都啱㗎，帕達臣可惜就今次就落網，可能亦都見到艾馬特衝上嚟咧，所以都有啲壓力嘅真係。利安娜係一個輕一個點殺嗱，咁呢啲波就係利安娜就有呢種即係有呢種經驗，即係佢個波好夠後，喺自己底線俾人壓到好後，佢自己咧殺出嚟，亦都知道可能唔會話好有威脅，所以佢輕點殺踢一踢落去，釘落去，咁啊等你自己引你自己犯錯，引你自己可能如果抽波抽得唔好，又可以跟進下個進攻啊咁。一路其實利魯臣依家個喺左場區咧，佢正手位咧都係好多時都跟進上嚟，但係咧都係始終攞點咧都係慢咗啲嘅，即係其實而家個打法咧就想即係壓前少少，啲波咧都係打翻臨啲，都係唔推去籃球員度。攻唔入自己幾個波，拍數多啲嘅失誤，所以咧籃球員即係夾住利安娜，真係放心好多，即係好穩固嘅防守。哇！有啲亂咗添自己。即係個打法上冇辦法調到印尼隊嘅，即係其實佢頭先幾個波，如果擋直線咧，引到利安娜上網咧，即係因為引到艾馬特上網咧，其實就係多啲進攻機會。但係可惜咧，就係又唔成功，即係幾個撥對角線都落網。呢個波聰明啦，我哋見到利安娜，即係佢封你呢個波咧，唔係好用力㗎。欣賞下呢個啦，呢個第三拍。佢唔係好硬咁，好用力咁打落嚟嘅，即係6-7成力，俾少少發力，個波一腳係有少少弧度咁淋落嚟，拋物線咁落。如果打再重啲咧，反而咧可能利魯臣會發到力反抽到。哇！即係阿馬特呢，反而防守都幾出色啊！呢個係絕對係技術同埋意識嘅表現，即係佢能夠擋到呢啲波之後，即刻跟進撲埋上網。咁喺呢方面咧係好連貫，所以喺即係落場打咧，就反而係個控制精力同埋嗰個心理要再吸收嘅經驗。打下突然間成日打斷自己，其實係打咗好多幾個好波之後咧，幾分之後突然間落網啊！特別係後場波，經常係進攻嘅時候就失誤啊咁。哇！好危險啊！哇！利魯臣今日嘅發球真係好，利魯臣嗰啲籃球員啊，真係好差啊！發得。我覺得佢係緊張真係。咁絕對係有嘅，不過真係佢一個始終嘅比賽經驗咁好嘅球速，同埋咧呢啲咁嘅級數運動員咧練發球，即係練到即係個發球質量應該係好高嘅，保證到。對面就追住你嚟打啦，咁結果印尼組合亦都係攞埋呢1分啊！直落2局，21-12同埋21-13。印尼嘅莉莉安娜同埋艾馬特咧就係擊敗咗丹麥嘅利魯臣同埋帕達臣，晉身去到準決賽。呢一隊印尼組合真係穩步上揚啊，越打越好啊！依家今次咧就係雙方第一次碰頭嘅啫，反而係第一個開局嘅時候咧，就係丹麥嗰邊都攞過領先，但係最終咧其實嗰個感覺上面咧都係幾下風啊啲波。係啊，即係睇
特別喺嗰個發接發嘅前場咧，就大部分時間都係處於被動啦。咁啊打硬波，利路神又唔係好突出啊！今日咧就係印尼隊出啲半中場波咧，佢跟進唔到打硬波。咁啊結果咧率先入到去準決賽嘅咧就係艾馬特同埋利利安娜呢一隊印尼嘅組合，對手仲未出嚟㗎。價值黃金 ETF 3081早午晚速遞最新現貨金價格，現貨金價格逢港股交易日財經資訊台播出。容易